公司台企台已经5年啊，明仔载暗时6点呢，要伫咧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举办迄时即时想当时演唱会，感谢乡亲一路陪伴台企台成长。现场演员用搬戏的方式串联故事，由10组的歌手上台演唱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。 唱入心肝底，这条台语经典歌《天顶的月娘》，资深音乐创作者潘宏烈作词作曲，龙子嘛有柔情的一面。潘老师做的歌，逐条都感动人心。 还有台语歌坛大家称呼漂亮宝贝王水霞演唱的《用心等待你》，同款好众人听甲耳呀啪啪啪。公司台企台庆祝开台5周年，特别办演唱会，感谢乡亲朋友一路的支持。5年前台企台开台是伫咧基隆港边，即阵转来南部，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，23暗时6点，迄时即时想当时演唱会，免费予民众来听歌。 5周年呢，我当来参加着即个迄时即时想当时的演唱会，我感觉足幸运的。 感谢恁的支持，感谢恁的爱护。这是咱的母语的，袂使去互放袂记哩。加听台语歌嘛是一种方法。其实即马有真侪少年囡仔吼，去做台语歌吼，会拢真好听咧，吼，袂输阮这老板的咧。5周年台庆演唱会，毋但有高雄独立乐团石强武术、彭胜杰、王玉君，也阁有黄灿良等等10组歌手轮流演唱。现场搁请演员黄尚豪用戏剧来串联所有歌曲，就那一块卡拉放的拢是咱人生的迄时、即时、想当时。记者民警罗维泽高雄报道。